谢得怪。不我不腰里向不了张春梅强硬不受，从此于叫身不由己里失去了自由。但是张春梅晓得噶，你外头还有一个新郎人叫徐家伟，只要你没了我给他新郎郎李新郎，可是他，所以威胁的。宋君王与这样大姓氏的来往，我要把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叫你王子出让后退，这个我听得个对鬼是人家那发对，你是流氓，说得出做得到，所以为此家外的恶事，我要带你办个头，让你有水高飞离开上海。但是对后容易哦，现在辰光的对鬼已经不人身自由了，真正出事，张春梅在怕谁要就是更高的。所以这2天饭吃不落，觉困不着，让人伤心事。哎，金爸爸看了眼睛里，所说的金爸爸了，还是一个善良的女性。让人张高门里打个对鬼时，一根藤上2只苦瓜，真是为叫同病相怜。哎呀，这样下去个对鬼要生病的哇！这对鬼你别急，婶婶当然想办法。你要到教会办理便当。写封信，要徐家伟改个礼拜6上半夜9点钟，来让外滩公园排队。咁说身上阿来时，万一张春梅不出门，那还办？定心啊，包了我身上。万一你不出门，到辰光我想办法，让宋文人这个拿个杀鸡刀送出去，定心开了。人家顾得来得个话，眼睛一眨，今朝已经是礼拜6的早了。哎，倒是个张春梅啊。那流浪房间里向鼓捣鼓捣，困得来得个香。金爸爸翻来覆去，一夜天分困着，一早已经起来了，蹲了客房间里向踱踱走，细细走，哪么那哈白。现在看见搿只6点8钟、7点钟，办法有了，人过来，中门打开，不跨一球，便8点钟。因为张春梅平常辰光外头有大事体，8点钟不要出门的。但是个杀鸡刀为了楼浪向困觉了哇！我来猜心里，要进到走下间，拿子一只钢中袜子轻水轻脚上来，到后脊头上，搿只钢中袜子用足力道往中下头，擦啦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，擦啦！哎呀！杜静啊！哎，这个老板，哪能桩事体啊？老板，我一个不当心，一只钢中袜子楼浪向滚下去了，吵醒侬啦！侬这个出了做得好事体吧？杜青老怎么钢中袜子？几点钟了？辰光不早了，8点钟了。搿上8点钟走到耳朵里向，打上浪向说抽个抽起来，那个。大事体，今朝9点钟同业工会要去开会了。衣裳扎好，轻咚咚出房门，房门打上，不楞登登登回到下头客堂间。杜静啊！哎，这个老板，出了8点钟么老早好叫我了呀？我不敢呐，我叫醒侬么又要吃耳光了。老板，侬有事体的呢？9点钟同业工会开会。我要开会。好了，闲话不要多了，照片给这个米汤水端出来挂。好的，我去拿。到周下间么端子一盆米汤水。老板来了。侬洗哦。什么子？侬洗哦。今朝不洗，明朝还要洗，早点晚点总归要洗，侬洗哦。你出来有毛病。烤面杜静啊，今朝不烤，明朝要烤的。这个老板啊，我不是上海人的，我是扬州人的。我们扬州人不叫烤面的，叫什么子？叫西梨。搿么除了西梨么2个字呀？刚刚清爽呢。哎呀，老板，侬有事体来没得了，我就省脱一个字，侬洗哦。要不侬洗哦？说了戳啥个眉头？不侬坐来。好的。杜静啊，老板，出了手都教侬了，哪能教不会个了？一个人要才想实地，到了这个地方么要讲这个地方闲话个。侬不要讲扬州呀，扬州没苗头个呀。扬州不好讲的。哎呀，老板，那么人家要问啦，
金伯伯啊，侬是哪块人啊？哎，出了这块那块嘛，也是广播呀。老板，我习惯了呀。啥地方人？啥地方人？哎，那么人家问了，金伯伯啊，侬是啥地方人？我哪能讲？侬不要讲扬州，哦，侬讲苏州人，对吧？哦，老板，我懂了。人家问到金伯伯啊，侬是啥地方人？我就讲我是苏州人。哎，那么对了。老板不对呀。啊？人家又要问了，金伯伯啊，侬是苏州啥地方？我哪讲？苏州啥地方？啊，侬讲苏州北面。苏北。老板，还是江北。对的对的，对这个就是人员打江北。老板，好了，杜金啊，你吃了侬不要当我讲嘴巴等好吧？哎呀，来，牙膏。阿哥啊，没得。那么后地方牙粉。牙粉啊，没得。杜青老说牙膏没，牙粉没，侬用的啥么子？老板啊，我用的侬不好用的。啥么子？我是杜金牙呀，我用梅酒会擦的越擦越亮哦。一擦越亮哦，13点，搞要不要又出来？照片给拿个盐花来，好吧？盐花有的，我去买。大早我给么抓子不盐，老板来了，盐花来了，盐花杀菌呢。侬只不多杀菌啊！噗！哎呀，好了，杜金啊，好了。做事体呢，手脚轻一点。哦。啊，不要紧紧关关，再过让你再多困一些。啊。开门啊！我去开门，刚来门嘎噔一开，老板啊。侬要走了是吧？走了。去了我要走来吧？我走来了。哦，一家去了。这个穿女光吧，你不是？老板侬是哪样的？啊，去了不准来了，不准来嘛，还是一家去了。开好会要走来的。哦，好的，要走来呢。吃了搭里木头的，辰光差不多。要进出龙堂，借这部三轮车嘛，忙正同一工位而起。口里说，回到雷浪，说到对鬼啊，啥天他们已经追着，你还是要出门，到家为海湖岗亭上再地走来。他是把个张春梅逼来塞到屋里，又是一场风波啊！对鬼心里想感觉，自从踏进张家门，引起的深深痴痴归心的后来哦。张春梅个脾气，说母随母，说大随大。深深一日讨了我门前，搿生活不止要多吃几回，葛么快点让我追吧。收拾军家的对鬼，为子到家外排队。身浪都为汉子一件初到上海辰光扎个应台司令部的旗袍，加上一双搭配的布鞋子，皮包一拿，回头一双伸手，到外头接下一部三轮车，直往着外滩公园而去。坐了车子上头，思绪飞起，落到家外，青梅竹马与6年的情分。他是不张春梅，说是你已经是夫妻了，但是今在，我也见你家为尽快离开上海，我当然已经不可能了。家为写得不知为哪，心事重重，不几个辰光已经到了。我车地不脱，买一个租用铜杯，马正铁洞里向一堵门，人大进公园。你带归到，那么家为你来着。再到那个心，今朝要了该到外滩公园排队，心里向是开心啊，尚有分见面子。不过该腔外头关于那带归的风言风语，听得是不少，是真是假，本当想问问呢。现在海关的这钟声，当靠举起，举的是带着玩，不于是只在公园门口来浪忙。哟，来着玩，什么？听见了上春风，心里一阵难过，眼里打了下来。自家管教自家，不能哭，可知的。今朝我有一句闲话要讲，
眼里卡一卡，脚里打垮，人过来打理门前。小伟，怎么？你来着？是的，我们来着来着。来，你坐呢？要想说，对半边一看。虽说现在公园里向人并不多，但是今朝我当你交会旁头，叫高眼不见洋眼睛。我晓得，现在我三单关到了上海滩，名气蛮响，认得我的人也蛮多。眼眼的不少人看见，受到张春梅耳朵里时，可是太易。嘉伟，怎么？你第二个地方吧？啊，没哈，搿么难讲，到罗达。黄浦江。哟好，对黄浦啊，黄浦江。啊，嘉伟，你别误会。等了跟他讲闲话不方便，我想带你接着散散杯，也出去，带你一面看看风景，一面谈谈闲话。哎，搿个办法蛮好。所以两高头当当心心，一前一后出街到鳌滩公园，沿至黄浦滩，贾伟过来结合一只小三杯么，也然个老伯伯啊，绳子一搞，钩子一点，搿只小船昂哒昂哒，坐那个小三杯上，贾伟是今朝真个开心。昨日呢，两高头在了上海。一个唱戏，一个读书，但是要见一面是真的不容易。今朝嘛，可以带你讲讲心里闲话噻。怎么？今朝让我出来，不是还有啥个事体？你讲呢？哪位不事体？但是一头的闲话负重说起，只把渣子两张，声音一点点都唔白。一阵阵的风扑面而来，搿只手马正随队而起，下坠。上九分见面是今朝旁头是计划的开心。你看呀，为啥你眼哭盈盈，欲言又止，像是心事重重？阿为出啥个事体噶？怎么？到底发生是啥个事体？你讲，有啥个困难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解决。小薇。用家之兵来分水，我非分析要单身人话题，不过靠新人独自俺对在上海生。没得凭空，乌云
水银，将我骗进沙家门，家人飞了，我失了身，我不必有呀。家为了并非我放枪师傅身家贵，并非我把六岁新女发开心，并非我推动用娃子放根本，并非我负心负女是负良心，我深深女对。乘风这两三分，可儿我是一封书信是家里呀，你也早晨离开上海人，你将啊大后家里生，家为了你们与之生。正清晨，为与金水挂名，你还是李应他大火之中去灭赤焰，众人应付下家的我总是去谁是对怪的人却不认识，谁让搿只当初他连家为定情的价值落了头了，那说的搿只价值可得要比自家的名位要珍贵。当时张春梅的面不够大，只能靠了对面乡里想个家为弄出来口口，千几家为弄出来大大，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自觉再大了。说实对，我这家子手打的门前，家为陈龙，我当然已经不可能不将来了，搿只家子不归有之。家子再大手里，徐家伟坚持不敢相信自家的耳朵，我还是辣辣做梦啊！一场噩梦啊！觉得越养越紧，越养越紧，搿只家子几乎要开到肉里，走心的痛。不是梦，搿个一切才是真的。神医待归，必心伤。太谋虚荣，走偏方。
我以为都是我以来飞吧，神医口味是江泥山，这绿衣非女是太荒大。拿起当里话几句，丝丝血乱，好比霹雳当头，风雨光。那随到十行个领袖，我痛彻心扉。但是春梦啊，我不光那样，哪个苦哪个痛，我无人理解。但是我个心。你到底也明白呢？今朝堂弟拿侬事体告诉我，你就应该等了一道商量，对出共同难关。虽说我对不过这个流氓恶婆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一家头去受苦。你可以打，有谁高飞离开上海，天下之大，难道就不把你两家头一个容身之地吗？我万万想不到。你会设计拿着家具来回本我，搿只家具，当初打到你虽然你也晓得，随时等于拿我个心放到你手里呀。现在没说啥，一刀两断让我灵媒之音，还是实干轻巧了。人心可以识别。随便嘛，你可以一下子活脱一个人，但是我做不到。难道真的因此个句老戏子负心吗？你分没上中命令语，赫赫方明是意有样，你处境虽是高档，不否相吹是往来忙。几声一把是太心上，这想想无哪开上，我泪他与后用都不心更伤，是此离家的寒手枪，不是晴天风王杨继续努着高枝莽中往浦江里。一生家为幸福不与我一时一句为上，其他就是一三军车早，一夕当年的女孩强，可见他决心不人防。他早领说成都上难去看某身上，我怎能够虽然无心在家双春梦啊，我是不能将你来保护，可是只为你独自上，我不负一用归难
当。你须里来莫身上，我牛尾轻轻须爱穿。终日依然是两茫那么终日青春就抛光，终日熬到白头苍。也要守得云开见天光。罗着高枝重新到达了水浪，春梦，你别难过，我不会离开上海，更不会离开你。再苦再难，你一道熬，我相信你两高头终有出头的一日。听我的这样一番话，三代归三姑娘非常深有理想，可见是一时希望，一个人为熬得了，10步个扑上去，叫喂！两高头相拥相抱，哎，张春梅是要晓得到底那行，我大预计会十分多听，讲讲片头结束。